老友記你好，今日我介紹嘅呢就係紫菜，咁好有益㗎，佢可以幫助代謝、高纖低卡，仲可以改善貧血、提高免疫力、促進骨骼生長發育，適宜一啲甲狀腺腫大嘅人士同埋有慢性支氣管嘅人士。佢可以有抗癌嘅功能、排便嘅功能同埋減肥嘅喎。各位老友記，但係每次嘅食用份量就不適宜過多嘅，因為過多係會有礙腸道嘅消化。咁我哋可以整個紫菜芝麻飯或者紫菜豆腐飯，都係非常好味㗎。各位老友記，如果喜歡我呢條片嘅朋友，請訂閱、留言、分享，有需要嘅朋友，我哋為健康加油，努力！